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杂插，台语安尼写，杂插。华语的爱管闲事，爱过问别人的事，台语讲杂插。伊迄个人啰里啰嗦，搁真杂插，人缘无好。杂插若颠倒讲插杂，意思完全无相共。插杂是混杂，是事物或人交错杂乱。譬如讲，这个行业真插杂，而且都爱食四面风，讲五色话，恐惊你做袂来。啊，杂插的插，插手，迄是因翁仔某的代志，咱莫插手。插一骹，阮大家要公家买乐透，你敢要插一骹？插喙，俗语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就是大人咧讲话，囡仔听着好，莫插喙。小交插，因两兄弟啊，为着分财产变面，大拢无咧小交插。插代志，是说请伊出来主持公道，伊讲伊即摆拢已经无咧插代志咯。啊，要算牌啊，牌啊要本进前都爱先插插咧。发牌之前要先洗牌。插是文音，啊那插是白音。博牌啊插一百，甲人插去边仔休困。咱有另外一集专门咧讲插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杂插，实在真趣味。